这是铁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西金邦弘法；达赖喇嘛图书与档案馆开放奖品展厅供公众参观；藏人行政中央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4周年；司政边巴次仁出席第27届喜马拉雅文化节。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对新德里展开游说活动。欧洲理事会主席在第24次中欧峰会中提出西藏问题。外交部长诺森卓玛拜会比利时和法国政要。驻北美代表郎杰举助博士会见日本希望之火北美分会代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应印度东北部西金邦政府的祈请，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12月11号上午，在时隔13年后再度抵访该邦首府甘托克，受到西金政府领导人和当地僧俗民众的隆重迎接。本周二12月12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西金首府甘托克的班觉体育场向数万名信众开示了由吴祝贤大师所著的《佛子行37颂》。达赖喇嘛尊者向与会各方信众致辞时，赞扬印度尽管拥有大量不同信仰的人口，但仍能够维护其宗教间的和谐。尊者进一步强调，印度的宗教和谐是当今世界促进世俗伦理的典范。由于近期西金部分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山洪，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尊者对此表达了哀悼和慰问。当天，尊者还为西金政府筹建的伽玛巴公园和加瓦拉松巴雕像项目奠基。在达赖喇嘛尊者启程前往西孟加拉邦萨鲁加拉之前，西金邦政府于13号上午在甘托克为尊者举办了午宴。本周四12月14号上午，尊者在西孟加拉邦萨鲁加拉的塞派密宗学院向数千名当地民众和各方信众开示发心仪轨。另外，为了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4周年纪念日，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图书与档案馆于12月10号启动了达赖喇嘛获奖物品展。印度国大党全国秘书兼喜马偕尔邦立法议会议员苏迪尔·夏尔马和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共同为新的展厅进行揭幕。夏尔马在活动上致辞时强调，这座图书馆收藏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毕生成就和所获殊荣，这对不仅是喜马偕尔邦，对整个印度国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则介绍了这一举措的背景，并强调启动这一展览是为了让公众有机会参观和了解达赖喇嘛尊者的宝贵遗产。仁波切进一步指出，达赖喇嘛图书与档案馆是尊者赐予当代和后世藏人的一份珍贵和充满智慧的礼物。此外，在联合国颁布世界人权宣言75周年暨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4周年纪念日当天，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和各部门部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和副议长卓玛次仁，以及最高法院临时大法官丹增隆多、各自治机构的负责人、各部门的秘书长和全体公务员，以及达兰萨拉僧俗民众出席了庆祝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嘎夏和西藏人民议会在当天的声明中赞扬了达赖喇嘛尊者在践行慈悲方面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力，以及终身致力于为解决冲突和促进人权事业做出的非凡贡献。司政边巴次仁和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在讲话中指出，
当天也是第75个人权日。然而，中国政府在其发布的涉藏白皮书中，用汉语拼音西藏取代英文中的 Tibet 一词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西藏从世界的地图和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进而维护其毫无根据的合法性。纪念活动首先在司政边巴次仁的带领下，与会全体民众起立合唱西藏和印度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达兰萨拉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的演员和藏人儿童表演了精彩歌舞节目。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藏人社区和支持西藏团体也在当天同步举行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在澳大利亚，比尔克鲁斯牧师基金会举办世界人权宣言75周年纪念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嘎玛桑格与来自不同宗教团体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了活动。当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共政权受害者联盟等多个团体在悉尼市政厅广场组织集会，谴责中共暴政，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普世人权。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联络官达沃桑姆参加活动并发言。同样，日本藏人社区与维吾尔、南蒙古、香港以及世界各地其他受迫害的团体在东京新宿举行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75周年和平游行活动。在台湾，设立于台北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于12月10号晚间，在台北福华大饭店隆重举行了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4周年暨基金会成立25周年纪念活动岁末感恩参会。台湾客家委员会主委杨长正、台湾总统府资政姚嘉文、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相续在参会上致辞。正在台湾进行访问的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洛桑嘉措和约150名长期支持西藏的台湾各级官员、国会议员、各国驻台使节及外交官，以及佛教中心和台湾各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受邀出席了感恩参会。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加日卓玛于本周二12月12号出席了西京藏人社区在甘托克举办的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4周年纪念活动。部长在致辞时特别感谢西京邦政府在首席部长普雷姆辛格塔蒙的领导下，为达赖喇嘛尊者的访问安排高规格的接待。另外，总部位于达兰萨拉的印藏友好协会于12月10号在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隆重举行了为期2天的第27届喜马拉雅文化节，纪念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4周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喜马偕尔邦立法院议员兼旅游部长拉古比尔辛格巴里和达兰萨拉市政公司市长尼卢夏尔马等嘉宾出席了文化节开幕式。此外，由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议员丹巴亚培和顿珠扎西组成的代表团，于本周三12月13号在印度议会正在举行的冬季会议期间，在德里展开游说及宣传活动。在德里展开游说活动期间，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拜会了印度政府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伊克巴尔辛格拉尔普拉、副主席克西凯库什卢德布和仁钦拉姆等成员，以及印度国会议员兰卡帕哈鲁曼泰亚、德里立法议会议员阿加耶杜特等政要，并进行了互动交流。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于本周二12月12号开始对比利时和法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期间会见了多名政要和支持西藏人士。诺增卓玛部长于12月12号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受到代表仁增屈真更康和各藏人团体代表的热情迎接。第二天上午，诺增卓玛部长礼节性地拜会了比利时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阿尔斯范霍夫女士。范霍夫女士表明了她对西藏的支持立场，
同时谴责中国政府开办寄宿学校，强行同化西藏儿童的行为。下午，诺增周末部长会见了部分比利时高级官员。当天晚间，部长抵达法国巴黎火车站，受到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图登加措和驻巴黎协调员图登次仁，以及法国藏人协会等各团体代表的热情接待。在访问巴黎期间，诺增周末部长与法国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举行了会议，随后拜会了法国外交部亚太事务副次长申皮埃尔，并与巴黎副市长让·吕克·罗梅罗进行会晤。另外，第24次中欧峰会于上周四12月7号在中国北京举行。这次峰会是自2019年以来的中欧领导人的首次会晤。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在峰会结束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对西藏的人权侵犯问题表达了关切。他强调，对欧盟来说，人权和基本自由是普遍的价值观，我们绝不会对人权案件视而不见。今天，我们向中方着重强调了在西藏侵犯人权等特别令人关切的事件。在北京参加峰会期间，米歇尔和欧洲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欧盟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的陪同下，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征根康对米歇尔在中欧峰会期间对西藏问题表达关切表示感谢，并强调这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这一表态体现了欧盟对西藏问题的重视，也表明了西藏问题在欧盟议程上的优先地位。请继续收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郎杰曲柱博士于上周六12月9号在位于华盛顿的办事处会见了日本希望之火北美分会的全球社会行动主任丰田裕赞法师和北美执行主任安妮·巴赫曼。驻北美代表郎杰曲柱博士对希望之火组织做出的努力表达了赞赏和支持。与此同时，捷克共和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于本周一12月11号在大使官邸举办了人权日早餐会。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成加措与自由古巴中心的代表等驻美外交官员一道出席了活动。米洛斯拉夫大使在致辞时强调，人权是捷克共和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并回顾了他担任捷克驻印度大使期间在官邸庆祝达赖喇嘛尊者华诞的情景。而次成加措向大使和其他来宾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现状，并且感谢捷克大使邀请他参加活动，并将人权问题作为捷克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